小朋友好，上個禮拜啊，你看了線上嘅影片，係咪就先看彩虹巨人？你們是不是有先看彩虹巨人啊？撒下來看線上嘅影片，然後我們有複習到什麼東西，乜個東西係乜個色嘅，什麼東西是什麼顏色的，還記得嗎？好。那安樣呢？你過來複習禮拜，上個禮拜呢，我們有先學到彩虹巨人裡面，他有說什麼？青菜係灰色嘅，青菜係灰色嘅，西蔥啊係灰色嘅，西蔥啊係灰色嘅，然後還有柚子係灰色嘅。柚子係灰色嘅，然後呢，接下來線上有示範的是什麼？還記得嗎？我就知道你們一定都有記得，對不對？好，然後呢，接下來線上示範的呢，就是壁係灰色嘅，壁係灰色嘅，潤係灰色嘅。潤係灰色嘅，然後還有綠色，對不對？那綠色我示範的是什麼？傘，山上的山，對不對？好，傘係青色嘅，傘係青色嘅。還有呢，葉子，葉或者是樹葉係青色嘅，葉或者是樹葉係青色嘅。然後另外一個青色是藍色，對不對？然後我們也可以說藍色，藍色。那線上示範的是什麼東西是藍色？對，天係藍色，天係藍色。還有海係藍色，海係藍色。然後呢，最後一個介紹的是紅色，對不對？紅色是什麼？嘴唇係紅色，嘴唇係紅色。還有颱風髮也是紅色，颱風髮也是紅色。好，上一次呢，線上改衫係青色、藍色、藍色。今本嘅線上做改衫係乜色？紅色。紅色沒有錯，今天老師穿的衣服是紅色的，可是我的紅色地圖還有乜改色？對，還有霧色，霧色，好，沒有錯。好，那線上呢都有收到你們的作業了，哈，很棒，動好哦。那接下來線上啊。第後背紹介節目過後呢，還有示範，還有示範嘛個？示範線上你都有做個例句，老師要你們做的例句，線上的例句是什麼？還記得嗎？對，我說髮係紅色，髮係紅色，然後呢？葉係青色，葉係青色。你就來開始進行今日嘅課程。好，然後呢，上我們就來一起來分享看看安咕咕咕裡面呢，它有介紹哪一些顏色，佢有紹介哪啲什麼，紹介哪啲什麼，介紹哪一些顏色呢？準備好嗎？準備好了哈，好，小朋友，今日你提子解，你先看嘅安咕咕咕地擺啊，佢有紹介最常見，佢最重要嘅色係乜嘅色啦？記得冇？冇錯，就係水楓色。水楓色，水楓色係乜嘅色呢？就是粉紅色。水楓色，像前一部個呢，前四行就係水楓色嘅作業嘛，水楓色，水楓色。好，再過來去第二個，
中字解释係嘛解釋呢？就係感風色，感風色。那我要用什麼來代替那個感風色呢？我相信你們應該都有看過，那個就是喇叭花。喇叭花的客家話叫做大碗花，大碗花，大碗花。感風色界大碗花，感風色界大碗花。那我們剛剛水風色是什麼？還記得嗎？對，在 M， 在 M， 水風色界在 M， 水風色界在 M， 感風色界大碗花，感風色界大碗花。那接下來還有橘色，對不對？感色，感色，也有人說感色或感色，都有人說哈。那感色，感色是用什麼呢？當然就是用我們的橘子咯，因為橘色當然用橘子最好代表，對不對？好，橘子，感，感。但是呢，家裡如果有人講感可不可以做得咯？哈。因為倆係安尼花蓮倆片特殊嘅講法，我們花蓮這邊呢，大家都會有溜溜嘅喜會腔，所以我們就會說感嗎？不感咩？感咩？對不對？好來，感色改感嗎？感色改感嗎？好，如果你要講感咩色改感咩，可不可以？可以哦，感咩色改感嗎？感咩色改感咩？也是可以的。好，接下來那還有什麼顏色呢？我們常用得到的，常常看到的。對，黃色，黃色。好，黃色呢，我本來想要用黃梨，黃梨，因為鳳梨嘛，黃梨那個一樣是那個客家字都一樣是那個線上改黃。可是呢，如果講到黃色，你會想到什麼？其實也還蠻多的哈。線上基本嘅用解係薑椒，薑椒，黃色改薑椒，黃色改薑椒，黃色的香蕉，黃色的香蕉。那除了香蕉以外，還有什麼呢？你可以自己想哦，你可以自己想想看有什麼。比方說現在線上在跟你們視訊的時候，底下留言改細節，我就想到了水衣、水衣、雨衣，好，還有月光、月光、月亮，對不對？好，這些都是黃色。那再過來還有吊彩色、吊彩色。我們這邊比較少人說 Q 色，我自己從小的時候線上學。誰改細節？我媽媽嘛還講吊彩色哈豆。那講到吊彩色呢，為什麼我們會叫它紫色叫吊彩色呢？知道嗎？對，因為我們的茄子就叫吊彩呀，吊彩兒。好，那但是我小的時候，我的阿妹也是跟我講吊彩兒。對，吊彩。那個我們漢音啊、請豆改什麼呢，都是從生活經驗裡面生活去取材的，所以自然而然的我們不會講那個紫色叫做鋪頭色，會講吊彩色。為什麼？對，因為我們以前比較常看到的那個紫色的顏色就是茄子，好，吊彩色，吊彩色。然後但是茄子也有人講 Q 對不對？所以當然紫色也可以講 Q 色 ，Q 色。再過來，二小解解就係霧色，霧色，霧色是什麼？霧霧改木住，霧霧改跳那木。哦，冇啦，線上又啪啪改跳那木。線上倆寶哥啊！當你哋嘅想，用版錄樣本都看，所以呢，想到。頭那麼白頭嘞，所以頭髮都白了好多，好，已經不是霧霧改頭那麼了哈。好嘞，霧色，霧色，好，我們可以說霧色改頭那麼，霧色改頭那麼。好，那霧色，霧色，還有什麼是霧色的？霧色改木住，霧色改木住，還有呢？還有什麼有霧色？哎，對，剛剛影片一剛開始的時候，線上就講過改。線上根本你做風色改善，我有一點點的霧色，對不對？好，然後影片裡面還有介紹那個
那个钓儿，对不对？那个水钓儿，水钓儿他说他喜欢的是那个白色 ，pakset。那 pakset 你会想到什么？对，我们第一课有教过的 U 通法 pakset 改 U 通法 pakset 改 U 通法。对 pakset 改 U 通法。好，所以那我们今天这边新教的颜色有哪一些？U 哪啲？还記起來嗎？好，你來複習一擺，過來一擺哦。水風色界在 M， 水風色界在 M。甘風色界大黃花，甘風色界大黃花。甘色界甘啊，甘色界甘啊。黃色界姜椒，黃色界姜椒。調菜色界調菜兒，調菜色界調菜兒。烏色界跳那麼，烏色界跳那麼。白色界要通化，白色界要通化。好，两下闻到咯。好，我们来复习咯。第一个，好来，粉红色。第二，橘红色的喇叭花，甘風色界大黃花。第三，橘色的橘子，甘色界甘嗎？好，第四个，黄色的香蕉，黃色界姜椒。好，再来。紫色的茄子，調菜色界調菜兒。最后再来黑色的头发，黑色的头发，烏色界跳那麼。白色的油桐花，白色界油桐花。最后一个就是五颜六色咯，发蜡笔包，发蜡笔包，五颜六色，发蜡笔包，发蜡笔包，五颜六色。好，安妞，今日的什么这么多记起来了吗？加油哦！等一下，你学来看爱的今日的例句。等一下，我们就要来看今天的例句是什么咯。今日的例句呢，就是第一个，今日的例句有两句哦，有两句。第一个是什么颜色的？什么颜色是最漂亮的？什么颜色是最漂亮的？比方说，水風色係最正嘅，水風色係最正嘅。那第二个例句呢是什么呢？就是愛情中意乜嘅色，我最喜欢的是什么颜色？然后像那个物品是什么，就是那个颜色的。好，比方說愛情中意黃色，愛情中意黃色，像姜椒係黃色嘅，像姜椒係黃色嘅。我很喜欢黄色，像香蕉是黄色的。好，所以今日你的作业就是两个例句。今天你们的作业就是两个例句。第一个例句再一次哦，是讲什么？
什么颜色是最漂亮的？这个是你认为的哦。那如果你可以多讲2个，你可以讲到2个，那更好；讲到3个，讲到全部，那更好。那你加的分数就越高咯。好，第一个，什么颜色是最漂亮的？水枫色係最正解，水枫色係最正解。那你认为的哪一个颜色？你认为嘛？改色係最正解呢？请你分享本线上帝哦，请你分享给老师知道。那第2个是什么？我最喜欢的是什么颜色？像什么东西？好，来，爱情中意黃色，長姜椒係黃色嘅。愛情中意黃色，長姜椒係黃色嘅。我很喜欢黄色，像香蕉是黄色的，或者我可以说什么？蓝色，对不对？愛情中意藍色，像海係藍色嘅，像天係藍色嘅。好，一样的那个物品，如果你不会说有没有关系？冇要緊哦，不会说那个物品，你就可以说华语，你可以说国语。因为等你转到學校，等回到学校以后呢，我们就可以来整个一起分享，同时来教那个物品的客家话说法。安樣做得嗎？加油咯！線上等到嘅重要不？咪希望都你做得家家到學校見面，上來了。小朋友，你還有另外嘅加分題哦。加分題係乜嘅呢？就是線上出題你先學會線上講解什麼之外，你還做得去問拼音，也係設計去查資料、簽到線上冇講解什麼，安樣就做得加分哦。好，我们还有加分题哦。加分题是什么呢？就是老师除了线上講解什麼以外，除了老师讲的颜色之外呢，你还做的去問屋卡嘅阿爸阿妹，也係阿公阿婆哦，或者是其他的长辈，好，其他嘅斯坦因，也係講你做的去簽資料，或者是你可以查資料。然后呢，那你又簽到線上冇講到改什麼？我已經有幾個我是放水的哦，我冇講哦，我沒有說哦。那你如果你會說的話呢，安樣就做得加分。好，加油哦！上課那咧，還有哪到什麼線上冇講到哦？還有哪一些顏色老師沒有講到的呢？線上我等你都要作業咯，拜拜。